VIP， 你行到门口，人就带你挂花圈、得放烟花。敢有人是某一个品牌，还是某一个厂商的 VIP， 你买伊的物件，买到伊拢带你打折。还是敢有人常常出差，还是讲出国去住饭店，住到变做 VIP， 你一徛到门口，人就摆咧，带你安尼忝头即种的，敢有？无吗？好，啊无恁皮包内底拢有一条 VIP 卡的，真野手。真正假的，大人拢遮尔分别做性，遮性格，甲世界拢无关系。无毋对，咱普遍对 VIP 的认知，就是讲消费者对一个社团，还是讲对一个品牌，对一个厂商，对伊消费到一个程度，还是讲你加入一个特别的会员制，你就会当成做一个 VIP 安尼。所以简单来讲，你会当成做 VIP， 还是人认定你讲是 VIP， 就是看迄个厂商、迄个品牌，你敢有愿意甲伊投资？你敢有愿意甲消费到一个程度无？伊就认定上是因的 VIP。检测人咱较含蓄啦，较谦卑，毋敢亚手讲家己是 VIP 啦。我相信咱中间绝对有人一达所在拢是 VIP， 总是检测，是咱兄弟姊妹中间，可能有个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有问题。总是今仔日咱三个组织一家，咱无分贫贱富贵。咱拢是上帝国的 VIP， 阿们。咱拢是上帝国的 VIP。咱头仔讲 VIP 是啥物意思？非常重要的人，对无？所以上帝国的 VIP 意思是讲，咱是上帝眼中安那非常重要的人。咱若别人讲，你是上帝重要的人。咱的会员的这个名称叫做啥？基督徒。啥叫做基督徒？咱是因为啥进入这个救恩？因为啥进入这个国度是啥？耶稣基督，伊的牺牲甲伊的疼，所以咱的会员名称叫做基督徒。咱的属灵的身份是啥？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咱知影讲，这个世间的厂商会互 VIP 一寡优待，还是讲好处？比如讲打折啦，还是讲买一送一等等遮的。若安尼，牧师直接要问，请问上帝国，互咱在座咱遮的 VIP 有啥物款的优待？这一只吹冷气，毋是吧？这啥物优待？咱做伙来看，上帝国对 VIP 的优惠是啥物货？信心的同在甲充满，甲咱朋友讲，上帝互咱的优待是信心的同在甲充满。我要讲的是，上帝国互因的互咱 VIP 的优待，真正是足优待的。啥讲？因为咱面对咱世间的厂商，也是遮个品牌，咱要维持 VIP 的身份，咱得一直去遐消费。开钱对无？所以咱才维持迄个 VIP 嘛。总是咱要安怎伫上帝国一直维持基督徒安尼的身份。咱做来看，上帝国对咱啥物款的要求，较会当互咱保持住基督徒的身份。来，咱这4点，咱做伙来读，请。恳求信心的感动，带咱开喙往天父祈祷，交托互信心来帮助咱，分别做成到落尾。括号迄毋免读啦，咱心内知影就好。所以啥牧师讲，上帝国对咱 VIP 的优待甲照顾非常周全。
因为咱要维持掉 VIP， 还是讲维持掉基督徒的这个条件。请问有对4项？讲台读经，讲台每一个主日来做礼拜，讲台祈祷，讲台过分别做成的生活，总是这是靠咱家己，还是靠上帮助咱？靠信心啊！所以自头到尾拢是信心咧，教咱开嘴祈祷，感动咱读圣经，过一个圣洁生活，然后是每一个主日来到伊的面头前来敬拜。所以上帝对咱这基督徒敢有真优待？有这优待对无？这条件无一件是信心袂帮助咱的，除非咱拒绝信心，咱拒绝信心，咱放毒信心，咱无要互信心甲咱同在，无要互信心感动咱。也若无，咱为着要维持掉这个 VIP 基督徒的身份，请咱爱弃掉信心甲咱同在。阿门。开阿门，才细声。真做上帝国 VIP 的条件，听起来那想的真简单。不过，这并无代表讲咱伫世间袂拄着阻碍甲挑战。今仔日的经文是作者写批，互分散一笪所在的信徒的这个批信。伊写去互本州、加纳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催尼这个所在的这个信徒。这地号名一听知影讲，这毋是一犹太地内底，一听就是讲，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的基督徒，伫迄所在生活。总是咱若是看正规份的这个彼得真书，咱会当知影讲，其实这个信徒是因所生活的这个处境，拄着真大的挑战甲困难。好，牧师兼搭一张 PPT 起嚟啦，吼。好来，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嘛来编圣经，因为我搭起就是圣经节。来，咱来先到第2章12节。小共款是彼得前书哦，小共款是彼得前书第2章12节。因为牧师会无说字，递到咱爱现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2节，这是当所在信徒拄着的问题，什么所在？这个作者伊讲，恁伫未信者的中间，就有好的行为，互遐个诽谤恁是歹人的人，通看起恁的好行为，伫主来临的日，归荣光互上帝。意思是讲，基督徒是一般人的生活内底。是互别人看做奇怪，所以诽谤他们，所以作者讲，请你维持掉恁的好的行为。接续咱来先到第4章的第4节，好有几节经文，互咱来看。小共款哦，彼得前书第4章第4节，牧师来读，因看见恁无搁甲因过放荡无节制的生活。就奇怪，煞甲恁诽谤，这啥物意思？意思讲，一个人伊信耶稣进入教会了后，伊的生活改变啦。总是伊无得甲外口遐个角落朋友加做伙，等到互因落骂，互因感觉奇怪。咱再来看4章的14节，4章的14节，牧师来读，咱大家来看。你若为着基督的名受凌辱，恁真有福气，因为有上帝荣光的神踮伫恁心中。上帝荣光的神，就是信心。意思就是讲，有信心同在的人的生活，绝对是分别做成，总是就是互人看到奇怪，会互人诽谤。咱倒来看无信的这个落骂。咱来看第3章第9节，第3章第9节，小共款是
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伊安尼讲：无用歹报歹，也是用侮辱对付侮辱，颠倒着用祝福回报，因为恁是为着即个受呼召，互恁通身受福气。意思是啥物？咱基督徒会受到攻击、受到拒绝、受到蹂躏的时阵，总是咱讲通骂转去，咱讲通侮辱转去，咱安怎答应回报？用恶乐甲伊祈祷，对无？这就是上帝呼召咱的这个原因。对这几段经节，咱会当知影讲，当一个信徒要开始过一个分别做成的生活的时，会拄到这个世界真大的挑战甲试探。不管是咱是外口，咱要活出基督的这个款式，还是咱的生活是照上帝国的价值观，还是咱甲人讲话，咱拢是照圣经真理来讲。我要讲的是，咱拢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拒绝甲这个试探攻击。总是，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只激励这个信徒，请恁分别做成的脚步，唔通停落来，要继续为着上帝按咱的期待来迈进，搁较爱为着分别做成的功课来继续进步。所以，咱对彼得前书这个批信，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提醒，也就是咱的教会面对一个上大的挑战，就是咱到底是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还是要得到上帝的认同？我来讲一解，咱到底是要得到世界的认同，还是要得到上帝的认同？上帝的认同对无？恁敢有看到牧师加这粒头？这拍到无？我反省一下，其实我嘛就爱得到世界的认同，对无？其实也无偌好看啦。对今仔日的经文范围，咱做伙来探讨、来学习讲分别做成的功课。作者伫遮通过批信的请安，咱来看咱的经节第1章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甲第2节是即个批信的即个请安，请安。但是请安了后第3节的第1句，伊就是关心信徒的聚会。伊关心信徒的聚会，伊讲啥物话？来，第3节，伊开始讲啥？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你要去称赞怎么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咱要知影讲哦，伫较早的这个时代，毋是大人拢有读册，毋是大人拢捌字，所以这个使徒写互教会的批信，请问是传落的大人做伙看吗？是伫聚会中间，书会人摕批信掀起来安那，只只读互大家听。所以一请安了后，第1句，这个作者就讲：恁着安那感谢、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所以作者真正是提醒一件代志：到底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做礼拜？咱是用什么话来回应咱所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咱知影讲，自马太22章，耶稣有讲一个比喻，是宴席的比喻。马太福音22章一个宴席的比喻。这个宴席的比喻是在讲啥物？我相信咱大家拢真清楚，就是一个主人伊要办宴席，然后伊有原底要邀请的人，正是当这个主人派伊的奴仆去邀请遐个人的时阵，一个一个讲安那，我厝内无闲啦。我要饲牛啦，我无法度去啦。结果这个主人真受气，伊就派奴仆去路人去邀请遐个原底无受邀请的人，原底无受邀请的人。好，这个原底无受邀请的人真欢喜进入这个宴席，总是主人看起一个人来参加宴席，伊无穿啥物货？伊无穿礼服。所以，这个主人真受气，将这个人赶出去。小同款，各位兄弟姊妹，
咱原底拢无伫救恩内底，因为咱原底拢毋是上帝的选民，咱毋是犹太人，咱甲救恩一点仔关系都无。咱伫迄个救恩的宴席顶面，咱原底无位置。总是今仔日通过主耶稣基督，伊的死搁活，造成咱甲上帝好好的即个机会，所以咱得到即个救恩。总是回过头来，咱敢有因为即个救恩所得到的即个新的身份，咱进入即个新的属灵的宴席，就是咱的每一个主日礼拜。咱敢真正有对心来分别做成，来归乎咱的上帝。咱原底无是救恩内底呢，总是今仔日咱受邀请，伫即个主日参加即个礼拜，咱用啥物款的态度？咱敢会亲像迄个无穿礼服来参加宴席的人相共款，最后会去互主人赶出去？请问，咱为着要来调戏上帝，咱有做啥物款的备办？牧师真习惯做礼拜进前，拢会先洗身躯，这奇怪的习惯吼。恁是啊鸦雀无声，好，我知影真正足奇怪。细汉的时，我的老爸老母会讲：经济身躯洗洗，明仔载要穿的衫自由好，款又好。我是咱的信徒内底嘛，知影讲，迄五六代以上的信徒，厝内底的长辈嘛安尼教，吼，毋是教我的厝内底安尼教，真正是安尼备办就好。请问咱中间敢有人会伫即个主日要读的经文，大先读过一摆？敢有人先读今仔日的经文先读过一届？我够艰苦心的啦！啊无我遐早，互恁是要创啊？会记得先读过一摆。敢有人为着今仔日的服侍人员、牧师、师会等等遮的，敢有人为着这服侍人员来祈祷、代祷过？好，上至少，敢有人为着家己今仔日来参与这个礼拜，有领袖来向上帝祈祷，敢有？上至少有嘛，对无？所以对明仔后礼拜开始，咱若明仔载要做礼拜，咱衫裤爱安那？款落边啦吼，会记得洗身躯啦吼，毋免透早洗不要紧。啊，即个礼拜要领受的经文，真正咱先读过一摆，然后为着每一个服侍人员来祈祷。上重要的，为着家己一礼拜中间有通领受来祈祷。相信咱嘛大家通过即个聚会甲礼拜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既然要回应上帝对咱的听，那安尼，我相信咱的礼拜中间拢有集体相通，对无？拢有集体相通嘛，对无？爱关心甲代祷。啊，总是咱的集体相通，拢是进行啥物会？其实牧师自传道来到咱教会时阵，除了教会做礼拜、互相祈祷以外，咱的信徒也是中级平常时的集体相通，你拢知影拢安怎相通？啊，你开会资料准备好未？啊，你啥物所在讲联络好未？啊！你代志刚做好未？咱的集体相通拢是咧讲啥？讲事工。咱集体相通拢咧讲事工。头发牧师讲，集体相通爱彼此关心代祷。安尼要代祷啥？关心啥？为着家庭，为着事业来代祷关心，这拢最重要。总是更较重要的是爱彼此。为着会当分别做成来到上帝面头前来代祷。我再讲一届，为着彼此会当过分别做成的生活，来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呼召咱的原因。伊通过耶稣基督会当互咱三角组织一家，
就是要互咱维持住即个上帝国的 VIP 的身份。因为是安那，当咱彼此组织一只的时阵，咱当互相鼓励，彼此关心甲改导，一只勉励，一只互相提醒。当咱彼此讲，主耶稣随时要过来，咱毋知影啥物时阵，总是爱互相提醒。这就是咱对彼此上大的疼。今日你讲我疼你，你疼我，但是你无答你的兄弟姊妹提醒讲，你来过圣洁的生活，啊无耶稣随时要来。我要讲的是，你若无家己提醒，真正你无疼你的兄弟姊妹，你一定爱甲你的兄弟姊妹安尼勉励，安尼提醒。有阿门无？特别是对咱厝内底的人，爱安尼啊提醒。倒来是祈祷。祈祷是咱礼拜的即个根本甲基础，无毋对，咱解决宗还是讲对了宗，上帝的话是礼拜的中心，对无？总是祈祷是礼拜的根本甲基础。当然，为着咱所得到的新的生命，来到上帝面头前，向伊感谢，向伊学乐，嘛为着咱旧的生命，要去对付的即个软弱，向上帝认罪。恳求信心会当互咱一粒悔改的心。自较早，我拢会听到咱只爱讲一句话，讲外口迄庙林拜拜，因将假神拜甲安那，才真的对无？咱拢安尼当取笑啊！啊，假神拜甲才真的。总是回过头，咱教会是得安怎？咱讲拜假神，咱拜的讲是真神，有阿门无？但是咱敢有拜啊这真？还是咱只是踢笑别人，家己做袂到？咱有当时啊将真神拜啊这假？庙人提香拜拜，就是因你用因的生命去求讨、去祈祷。总是咱来到教会，哪有祈祷无？咱有祈祷无？除了书会的公道以外，咱敢有祈祷？其他的宗教，带因新的朋友去庙里，拢毋免教啥物会，自然就去烧香，就摕起来拜开始求。总是咱的礼拜敢有祈祷？特别是因原底是伫佛教还是道教的家庭，你若带来遮的时阵，哪有安尼互因安尼的机会，互因向咱的上帝祈祷无？有咱的机会无？伊会感觉讲奇怪，来遮即紧张，拢无通祈祷，无通拜。我想这是咱教会必须爱来反省。今仔祈祷嘛，毋是刚有求讨尔，咱会感谢上帝对咱的救恩，咱为着咱的罪来认罪悔改，咱搁较爱求信心甲咱同在，互咱一粒悔改的心，通来过分别做成的即个生活。所以，咱为着要过即个分别做成，保持即个 VIP 基督徒的即个身份，彼得前书的作者一只提醒信徒：，恁伫世间上界爱追求的是啥物？来，咱来读顶悬第一句，因爱追求的是啥物？这个未朽烂、未拍拉山、未消失的福气，上帝为着咱每一个 VIP 尊至天顶的这个福气，这个福气是伫审判了后，咱才会得到的，就是永远活。啊，咱是安那有安尼的恩典？咱来读第二章，请。咱通确保迄个未来的福气。是因为咱倚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就是无缺点、无污点的羊羔的血。既然咱要得到迄个永远活安尼的福气，咱就通过耶稣基督，你来即个上帝国的即个内底。所以咱来过一个啥物款的生活？第三节，咱来过一个无缺点、无通指责、甲上帝好好的一个生活。总是作者，伊一只毋是爱伊的信徒讲，啊，恁为着要保持圣洁，
恁毋通出去外口甲人有交叉，毋通交外口的朋友，毋通去参加外口的遮个活动。毋是，作者意思毋是安尼。颠倒爱人进入灵群，然后是带一个分别做成圣洁的款式进入灵群内底，亲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进入灵群相共款。主耶稣来到世间，因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伊去互世间人去杀，成做迄个触角石。总是上帝看这粒触角石是宝贵，是活石。然后这粒活石耶稣基督是咱教会的基石，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真好的模范。什么款的模范？为着圣洁，为着真理来牺牲的这个模范。既然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甲咱引带，那安尼咱爱跟对基督的脚步，为着福音，为着真理的关系，咱绝对爱进入灵群，咱绝对爱将圣洁的这个款式画在人的面头前，来做好的这个见证，然后坚持圣洁甲真理到落尾。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功课，是安怎？一方面，咱爱分别做成，维持一个 VIP 基督徒的身份；一方面，咱爱进入到这个世界，都无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污染。这是真难的功课。总是作者一只非常非常强调这个代志，是安那？咱若详细看，彼得前书头前拢是讲圣洁这个代志，就是因为遮几个所在遮个信徒，因有的人一定无坚持是信仰，因人心倒退，因离开教会，因都倒转去是原地放纵的这个生活。所以作者一只爱遮个信徒，甲因讲啥物话？咱会读 PPT。你的心智就比版本，总是今仔日台语的版本，因讲啥？恁爱约束啥物话？心思意念的约。我来讲，字希腊文真正是安尼翻译。咱的圣经是写讲，恁的心智就比版本。总是希腊文直接翻译是讲，恁的心思意念的约爱下乌条。我咧讲一届，心思意念的约爱下乌条，够奇怪的翻译，谁会安尼写？总是希腊文真正是理解是安尼。总是伊安尼写法，若是摕来到当时遐个信徒的处境的话，我想即句话应该爱有诠释过、诠释过后的翻译叫做什么？恁的欲望爱捆绑好掉，你们的欲望要捆绑住，恁的欲望爱捆绑好掉。作者一只意思是讲，咱基督徒无放纵肉体，无满足私欲的时阵，我都讲一届，基督徒无放纵肉体。无满足私欲的时阵，因为分别做成是全时间的功课。甲咱边仔讲，分别做成是全时间的功课。啥全时间？因为头我一直咧讲的，主耶稣基督当时要来，毋知，所以分别做成绝对是全时间的功课。咱人的欲望。袂因为咱受洗进入教会了后，就完全消失。有的人会一即短的时间，你通看起伊有真大的进步甲改变，伊会当用即短的时间。总是有的人，伊爱用真长的时间，一步一步、道来改变、来改进。检查，咱拢有跋倒，咱拢有跋倒的时阵。检查咱有当时会暂时忧闷、无力，停止咱信仰的脚步，一下埋怨。咱会停止成长，咱会无搁进步。总是作者一只意思是讲，无要紧，你停止你的脚步，但是你毋通退步。你上至少你毋通退步，你嘛毋通放弃。
即上帝安排下面，伊永稳，上帝永稳人暂时停落脚步，为着咱人伫某一个阶段，人生某一个阶段，要面对某一项代志，你要来突破，你会停落即个脚步来对付遐个物件。上帝永稳安尼个代志，当是上帝无永稳咱退步，也是放弃咱的信仰。日本有一个节目，伊是属即个运动娱乐的电视节目《极限体能王》，敢有人看过？真正拢无人看过，你的表情怪怪哦。来，有看过请举手。好，手放咧。这个节目是咧讲啥？就是讲这个节目因装这个关卡，这个关卡是参加的人需要用因的体力来完成的这个关卡。参加的人因会通过这每一个关卡，最后来得到胜利，来证明讲因会当赢过这个挑战。总是我要讲的是，伊有当时会有迄个荡绳子啦，有当时会跳来跳去、爬来爬去。总是我要讲，有某几个关卡，真正是专门来克星某几个选手。因为啥呢？有真侪选手，不管参加几届，拢是共一个关卡安那跋倒失败。不管参加几届，伊就是一到迄个关卡，伊就是跋倒，伊就是失败。总是这个选手。人家访问伊讲，伊绝对都要来参加，然后伫迄个关卡，伊会加强练习，伊会去弥补伊家己的不足，互家己更较勇壮。相共款，咱信仰的脚步有当时咱会跋倒，有当时咱会失败，这是上帝所永稳的。总是上帝无介意咱退步，嘛无介意咱放弃。无毋对，咱无法度完全圣洁，咱无法度完全圣洁，但是上至少，咱爱互上帝看见讲，咱有不断的进步，咱有不断的追求，然后咱不管只对付家己的软弱，互家己更较精进。这是上帝所爱、所看见。麻烦信心会当常常充满咱，会当照上帝所爱这个圣洁，不断来迈进。不断得到上帝所爱迄个款式。最后，结尾来讲，为着要互咱基督徒活伫世间，咱真正无浪费生命，真正会当活出分别做成的这个功课。一只牧师有分做4个，咱具体要做的这个代志。来，咱来读第一个，请。好，安尼就好。搁一摆来确定安那，家己 VIP 的身份。方法是免那确定。我们回去查验我们自己，咱有常常祈祷无？咱有逐工读圣经无？自一开始，牧师讲，上帝国互咱基督徒优待是送甲咱同在。信心若甲咱同在时阵，伊会感动咱，即介意甲上帝祈祷。信心若甲咱同在时阵，伊会感动咱，看上帝话，较无上帝的真理。所以，转去查验咱家己，咱有常常祈祷无？咱有较无上帝的话无？信心有甲咱同在无？回去查验，确定家己 VIP 的身份。第二，咱做来读，请。今仔日，咱既然受邀请有安尼的恩典，来参加礼拜即个属灵的宴席，那安尼照头我所讲的，前一空衫裤准备好，卖当前一工身躯洗好，不一定学无书透早较洗。先甲经文上读过一摆，为着服侍人员来代祷，特别爱为着家己一礼拜中间的领袖来祈祷。第三，咱来读，请。因为咱头的经文内底有讲到，
上帝为着咱留存天顶的即个福分，是伫啥时阵会予咱？是审判了后，是审判了后，所以咱必须爱坚持伫分别做成的生活到落尾，咱才会当是面对审判了后，得到迄个永远活的福气。第四个，咱做来读，请。伊是正性格来敲找新的 VIP。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予咱的大使命是啥？传福音。所以毋是刚好咱只要享受 VIP 的好处，咱来出去敲找，总是要敲找。真重要。教会爱是社会，爱对国家表现出分别做成的款式。教会爱对社会、对国家表现出甲社会、甲世界无共款的这个款式，咩表现出来？咱来查考圣经，咱来看上帝所爱的是啥物？今日上帝所爱的是公义，教会爱行公义；上帝所爱的是仁爱，教会爱行仁爱；上帝所爱的是和平，教会爱行和平。就是照安尼去实践出来。最后，牧师直接邀请咱，只是咱做伙起立，咱做伙起立。咱为着咱分别做成的生活，咱为着咱坚持到最后安尼的一个心志，咱直接做伙开嘴，向上帝来求讨，求信心来帮助咱。咱做伙开声来祈祷，请。亲爱的主，阮的天父上帝，阮原底无伫这个救恩内底，总是通过圣经你甲阮讲，阮才会受救拣选的，是一你创造世界进前就预定好要拯救的人。当阮活伫世间，通过福音。知影即个福分了后，愿主上帝你的信心帮助阮，会当互阮用圣洁的生活来回应安尼救恩，以及你对阮的听。也愿主上帝你接纳阮透过每一个人按你所排列的困求，阮无到遐的所在，困求你的信心来帮助阮。阮欠缺软弱的所在，困求你的信心来勇壮阮。主上帝特别阮的教会，阮需要一社会、一世界、一国家来活做分别做成的款式，互阮伫即个社区、即个社会做光做盐，互因看起上帝国无共款的面貌。主上帝恳求你听阮的恳求。也照你美好的安排来一一来应答、来拥稳、来实践，阮按你所排列的，阮安尼按你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621首，勇敢坚固信徒，勇敢坚固信徒。
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来奉献，请林副长、技师黄文静兄弟来示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伫报告大省，咱请来看咱今日的金句。伫听书单的下面，我头一遍请会友谈两遍。
就是亲像调任的是圣，恁本身也着做圣，伫一切的行做，必得前书1章15节，请。请咱献归周报第一页，周的事项请咱来家己来留意。第二页，周间的聚会以及教务课程请咱踊跃来参加。第三页，小组的聚会，有一个所在要更正，伫大有区东建州中路，伫因兜的聚会时间是改伫下暗7点半开始，下暗7点半。第四页，小组的大道事项。第五页，奉献的名册闹顶答。请咱向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第一点，为庆祝爸爸节活动，欢迎爸爸做伙来欢庆，愿主祝福所有的爸爸。第二点，8月份10月的中级中路东建州技术吴文仁陈秋兴。第三点，伫中昼10点10分，伫6要召开财务部会议，请部员出席。第四点。下晡2点，伫7抗议会议室召开8月份定期中级会，请中级出席参会。第5点，伫即麦开始，在职会员领取中级的有选票，伫4楼礼拜堂外口，到8月25、12点截止，请将有选票投伫4楼电梯边仔的投票箱。教会消息：第一点，对本周开始由牧师带领受呼召甲训练，请各团体同工做伙来受造就。回应使命，共同传福音。对象全体的中级、各区邀请的同工以及关心的会友。时间是对今仔开始，伫下晡1点，伫705教室。第二点，奖学金委员会公告奖学金申请办法修正版，请看4楼的公布栏。具体消息：第一点，本会左贤龙技师简丽兰姊妹的孙仔卓定璇已经安歇主怀，也伫昨9点由陈牧师主持规划礼拜，续续到平安堂做安歇礼拜甲安葬。感谢各位兄姐的关心带导甲安慰，愿上帝保守一切平安。第二点，本会湖畔金刷姊妹伫昨透早2点半蒙主文调，也伫昨中昼11点由田伟志牧师主持甲作的个别礼拜。本会中级会友侪人参加。家属非常的感动，也伫遮向大家说多谢。也定伫8月17拜六下晡2点，必伫咱4楼的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愿主安慰家属甲有备的事项。第三点，恭喜黄文公李明霞的查某囝若萍，已经伫7月30暗时伫马街生一个查甫囡仔，3400公克，母囝拢平安，愿上帝祝福。教界消息：第一点，阳光真爱青少年关怀协会2月南西山影，为着强中的青少年有备互人安心安稳成长的所在，所以2月山影筹募10万块修缮的经费，保护青少年的家园。详细情形，咱来看4楼的公布栏，并请向办公室来购买。第二点，得胜者志工的训练课程，报名费500块。请向办公室报名，欢迎对青少年族群有负担、愿意投入校园进行服务的基督徒做伙来受装备。第三点，今年平安7月节报名开始咯，请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听，见证心灵的平安。请向办公室买票，1张100块。第四点，新日中会妇女灵修分林家己2天1暝，请向感谢组技师也是朱美玲姊妹来报名，到8月31截止。第5、第6、第7，这样真重要，咱请咱家己来看。其他消息，第一点，拄特合作社伫今仔日，这是今仔日12点，伫7抗议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请理监事出席参加。下面咱来召开，下面咱来有8月的庆生会，我来唱名，若无写伫真内底呢，你若是8月份的生日的，
然后同阮出来接受牧师，甲大家祝福。陈玉凤、李张碧霞、谢景、施美华、李美清、刘敏洲、何蔡罗宇、黄文正、叶丽义、陈宏文、陈秋颖、刘惠美、于玉芝、黄如玉、肖妙倩、陈秋信、陈以佳、岳淑玲、石桂珍、陈应璇、陈香瑜、陈永嘉、林祖耀、张慧珍、郭玉秀、刘佩君、田明成、黄若平、倪清群、洪玲君、洪奇霞、陈巧文、黄燕如、罗庭轩、何嘉莲、张彩凤、王晴、李仁志、吴茂成、叶华允、王秀玲。上营圣诗第184首。转去兄。咱这礼拜今年的父亲节无啥物表示吗？哦，有影片嘛，吼。好，安尼，咱至少互咱在场爸爸看个影片嘛，吼。咱来看一下影片。爸爸刚才起你看，要不要站着看？好，你一般母亲节都是站着领受。好，后来咱来看影片。有一次，我会在孩子的睡觉之前，都会有来一段圣经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所要教导的，不管是旧约、新约，让他们能够从信仰上小的时候慢慢的定根，也让他们在注意，因为有美好的信仰，兼顾他们的身体的健康，还有照顾他很好的家庭，再来是教会的事工或社会上的工作，按照这个顺序，都让他们知道这个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做好每一个角色，
这个就是上帝所喜欢的，上帝的心意。不管你是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为主而做，包括你个人的身体健康，你的家庭的幸福温暖，还有社会在工作上受到肯定，在教会各样的服事上来荣耀主。嘎巴节大家快乐！愿耶和华的话语常常陪伴年轻人，让上帝的话激励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成为他们的帮助，带领他们，也让主耶稣的恩典带领他们在人生的路上面都有神的话语与他们相伴，激励他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以礼恩义，爸爸送你们2000万，千万要记住，要亲近神，千万要记住要服侍神。圣经在箴言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希望你们2个兄弟团结齐心，要记得亲近神，服侍神。愿上帝赐福你们。爸爸爱你。我希望佑成跟佑宁在主日学可以开心成长，然后开心的学习，然后在主里得到满满的爱，还有谢谢各位老师的教导。然后做爸爸的我，希望他们将来做个勇敢善良，然后懂得明辨是非的乖小孩。希望他们做什么事，往哪个道路走，都希望一路上都有主耶稣基督的满满的保守跟赐福。谢谢。谢谢天父赐给我乐师木真跟秦妍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可以陪伴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上帝的话常常在你们的心里面，那也有这个机会从小在主日学长大，有上帝的爱跟未来这个信仰，无论遇到了任何的困难挫折时，你们都懂得怎么去追求，把你们内心的压力交托给上帝我也谢谢你们我爸爸妈妈非常爱你们，爱你们喽。今天是父亲节，先跟全天下的爸爸们说声辛苦了，父亲节快乐。感谢上帝让我有艾文、艾瑞这2个乖巧的小孩子。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很爱惹麻烦，很调皮，让我父母亲都非常的伤脑筋。那也感谢上帝，艾文、艾瑞并没有让我很头痛，这是我唯一非常庆幸的事情。那也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上帝能够一路上陪伴他们，照顾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们智慧，让他们了解主是爱我们的。谢谢爷爷奶奶留下给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信仰，我们全家会一路坚守到底。感谢上帝，谢谢你。最后还是跟各位父亲讲，父亲节快乐，谢谢。感谢上帝赐我2个聪明、健康、佮体贴的囝儿，而且我想要对恁讲，恁的健康就是我上大的快乐。随时听条主的话，继续恁所定的目标拍拼，愿上帝祝福保护恁。父亲节要到了，那这次教会请我们来说说我们对孩子的期许。我相信所有的父亲都一样，期许孩子们会有好的将来，好的人生。但是其实，身为2个孩子的爸爸，我希望的是小孩子能够快乐、健康，并且期许他们可以在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里面得到更多的支持跟帮助。那
最大的期许是希望他能够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好好的成长，好好的学习。所以在这里，对这两个孩子，其实就是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世界上除了爸爸，还有更爱他们的人存在，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希望他们好好的，常常来教会。哎，你。我要跟我的小朋友彤彤还有晨晨，他们说，爸爸希望你们永远在上帝的爱中，然后，如果这样子就是对爸爸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了。如果你们爱上帝爸爸比爱我还要多，那爸爸就非常的高兴。你们不可以爱爸爸多过爱上帝爸爸，你们要更爱上帝爸爸，知道吗？然后。好奇怪，祝我自己父亲节快乐。我对子女的期许，首先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身体健康。因为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做父母的也才能够放心。再者，就是希望他们的工作顺利。我不会要求他们挣很多钱。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工作，只有尽心尽力、快快乐乐的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去工作，这样我们就很放心了。第三点就是希望在上帝的安排下，能够有一个对的人跟他结婚，共组家庭，完成婚姻大事，就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很满意了。还有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要退休了，希望在我们退休以后，他有空的话能够都回家陪陪我们父母，我们两个老人家聊聊这样。他有空也带我们出去走一走。当然，如果有小孩的话就带回来，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这是我们对他们的期许。你知道，爸爸知道你的工作、学业上的压力，特别在爸爸节的日子，我心上我对你无限的爱，希望你能够接受。爸爸爱你。你也是为这个家庭，就是累了30几年，现在也休息了。那现在也慢慢的去倒数这些日子。我也只是希望你就是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也不要想太多。那如果你好好的，那我工作也会好好的。那我相信我服完兵役之后，我会赶快考进公司，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跟薪水，然后。就是经济上再稳定一点，我们再一起出国玩这样。对，我其实自从你生病之后，我自己的生日愿望每年都没有改变，其实就是一家和乐，然后爸爸身体越来越好。其实最近听到医生说你的状况有变好，其实也是蛮开心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怎么会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之类的，那其实我都有知道你都在为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你的用意，对，所以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父亲节快乐。爸爸，这一次你生病住院，我真的吓到了。感谢主，你平平安安的出院了。但是我也意识到，我的父亲真的年纪大了，体力弱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以为什么都做得到的万能爸爸，还是感谢主。虽然你生病住院，可是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我希望我们要一起努力保持身体健康，因为我想要和我的爸爸相处得更久一些。感谢主赐给我这么好的父亲。爸爸，不只是父亲节，我希望
你每天都是快乐的，是平安的。Hello， 爸爸，父亲节快乐！虽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这段时间跟着我们一起来上礼拜，但是在这里祝福你父亲节快乐。虽然我从小到大不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但是我也辛苦你能够在那么多的时间能够把我长大。现在我还都已经那么大了，还是常常在让你生气，还让你担心，但是辛苦你了。那我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健健康康的。那在这里祝福你有天父的慈爱在你的生命当中，保重你健康，也谢谢你。看了影片，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拢非常的感动。影片看了，只是不免俗的，请各位爸爸起来罚站一下。好，请咱每一位在座的父亲起立。我们教会有赠送我们一些金句卡，成为我们的祝福。好每一位爸爸，我相信拢有得到这个金句卡的这个祝福。咱直接来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予阮伫世间会当担任父亲、爸爸安尼一个角色。上帝，你将父亲的这个角色、这个面貌负担予阮，因为要通过阮对囝儿的教导，以及阮的形象，互因会当结连一天父上帝你的形象。主上帝，既然你寄托予阮安尼责任，愿主予阮在座每一位爸爸，大生伫厝内底，诚做信仰、
真好的一个模范甲见证，会当将这个信仰都传承落去，会当成做囝儿上好的这个祝福。也愿主上帝，你的恩，你的疼痛，继续临到一阮在座每一位爸爸，互因过去所辛苦的，拢会当得到你的纪念。也愿主上帝，你保守每一位爸爸，身体拢通健康，心灵拢通勇健。愿安尼恩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上营的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起立，吟第1节甲第4节，第1甲第4。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你通过保会所互阮得到的救恩。愿体被上帝你的疼痛，激励阮常常用听来回应，听阮的兄弟姊妹，也愿信心的相通引带。守护阮信心悔改的神，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引带阮行这条分别做成的道路，荣耀你的名，坚持到落尾。阿门。请坐，祝歌请副团客。田乐、密道、平安嘞，
好，咱做伙起立，咱来彼此请安。